台南火車站的遺款是台南人幾啊世紀的生活記憶，不過因為道路環境相當複雜，加上面對台南鐵路地化2026年底通車以後的需求改變，所以全新的台南火車站前廣場改造，在經過多處公民參與討論加整治工程的啟動，將迎接後一輪的台南新地標。三號的內政部長劉世峰、台南市長黃偉哲等民代貴賓的見證正式動工，預計2027年底完工。乾脆開工順利，祝賀開地平安，金錢得過。在動土之後，要在1年半以後才能夠完工，也希望將來帶給我們更多好的這個生活品質。非常感謝內政部國土署的經費支援跟補助，也感謝立法院，還有感謝我們議會，能夠把這個墊付款能夠通過，讓我們早啟動，讓台南市民這個文化古都迎接來新的這個站前生活環境的蛻變。做一個台南市的門面，尤其是台南火車頭前遮，如果會當對時代行吼。除了鐵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車頭前會當改善更加好。因為工程龐大，一定會影響民眾的交通，所以公局將分階段陸續發布交通維持計劃，請所有市民支持體諒。這是交通的要道跟這個所有人流車流匯集的重點，我們會來做分階段的這個交維施工，就是說這個要維持站前的這個人跟車的這個功能不能中斷的情況之下，還一邊施工。所以我想後續不管是交維的調整或者是動線的調整，我都會再發布訊息，讓那個市民朋友來做相關的這個配合。開工動土典禮象徵台南火車站前空間正式邁入全新轉型的新階段，更是一項結合公共運輸、人行空間、城市景觀加歷史文理的城市改造計劃，相當使人期待。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